许巍老师，欢迎一起来学客家话。如果您能够朗朗上口几句客家话，会让您跟客家人拉近距离，无往不利哦。我们要让他人了解您，一定要从很得体的自我介绍开始。我们今天学第一句话，你叫做什么名字呢？这句话客家话是这么说的：俺都冇改名的呢，俺都冇改名的呢。你客家话是俺都就是叫做俺都冇改就是什么冇改什么什么冇改名就是名字名多个尾音也可以名俺都冇改名的呢。你叫做什么名字呢？回答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叫做徐巍，俺都起位。就是我，俺的叫做俺的起位，起位就是许巍老师的名字，客家发音起位。或者你可以说我的名字是徐巍，叫做俺嘅名嘅係起位，俺嘅名嘅係起位，俺就是我，嘅就是的什么的。俺嘅名嘅係就是是不是的是，係唔係就是是不是。俺嘅名嘅係起位。比方说我的车子呢怎么讲啊？俺嘅茶我的屋子呢？俺嘅屋嘅。哎呦，好棒哦！接着是音客喜相逢的单元咯。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很有趣的客家俗话，叫做竹树永久。竹就是猪，树就是手，永就是永妹妹的永，羊的意思，脚就是脚，竹树永脚，很有意思哦。大家猜猜看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国语说的笨手笨脚的。因为猪羊这两种动物呢，它的蹄的部分啊，不像我们人类啊或灵长类手指头有长短很灵活，所以如果你变成了竹树永脚，就是猪蹄羊蹄就变得很笨拙了。所以呢，形容人笨笨的啊，客家话叫做竹树永脚，笨手笨脚咯。英语有一句话 all thumbs，all 就是全部， thumb 就是大拇指，叫做数字公 all thumbs 一样的意思咯。好，我们就学到这里咯。好棒哦！我们要来复习，跟着许巍老师念一次哦。第一句话，俺都冇改名的呢。回答的时候，我叫做许巍，俺都起位。或者你可以说我的名字是徐巍，俺嘅名嘅係起位。还记得有一句话笨手笨脚，客家俗话怎么说？竹树永脚。好棒好棒哦！哇，一开始学就发音这么标准了，别忘了我们都要跟着许巍老师来学有用的客家话哦。拜拜。